講真，好多人初初睇水滸印象都係停留喺嗰108條好漢喺聚義廳上面大碗酒、大塊肉嘅豪氣畫面，以為呢部書就係講兄弟情義，講點樣一齊反抗朝廷嘅爽文。你細個嗰陣睇電視劇，聽到梁山好漢個個都有花名，宋江係指示語，李逵係氣旋風，武松係閃隻，個個都成到包，打鬥場面又精彩。你會覺得呢班人真係好犀利，好想跟埋佢哋上山落草。但係如果你真係坐定定攞起施耐庵原著嗰個100許本或者120許本，慢慢由頭睇到尾，你會發現呢部書根本就唔係一部熱血英雄傳，而係一部徹頭徹尾嘅生存悲劇。佢講嘅唔係造反有你咁簡單，而係官逼民反4個字，背後嗰種一步一步退讓，退到無路可退嘅窒息感。金聖嘆講過一句韶不讀水滸，呢句話嘅分量真係好重，絕對唔只係表面睇到嗰種驚後生仔學壞咁簡單。佢提醒我哋呢本書入面冇一個真正贏嘅人，全部都係喺制度崩壞嘅夾縫中掙扎求存嘅普通人，同埋喺呢場掙扎裏面慢慢異化，最後俾權謀反噬嘅悲劇群像。你越睇得深入，你就越會覺得脊背發涼，因為你會慢慢發現識呢班所謂嘅好漢，佢哋嘅命運其實同我哋現代人面對嘅種種無奈竟然有咁多相似嘅地方，諸到唔公平，歸責被權力抽空，好人冇好報。呢啲主題跨越幾百年，依然令讀者心有戚戚焉。故事嘅起點通常都被簡化成高俅發跡同林沖落難2條線，但其實呢2條線已經講晒全書最核心嘅主題，就係制度嘅崩壞係點樣由上層開始，再一步步壓落晒中下層嘅普通人身上。高俅呢個人物本身就係一個極大嘅諷刺，佢出身市井無賴，成日喺街邊同人打架鬧事，連基本嘅做人德行都欠奉，但就係因為佢踢得一腳好波，資助嘅稿，滋養仇恨之下被端王提中，收喺身邊逐千歲。等到端王上位做咗宋徽宗，高俅就知權升天，順順利利掌控咗禁軍大權，成為朝中權臣。呢段情節聽落好荒誕，一個靠踢波上位嘅人竟然可以掌握國家軍事大權，但正正就係呢種荒誕，深刻諷刺咗嗰個時代官場嘅運作邏輯。一個人能唔能夠上位，根本同你嘅才幹、德行能力無關，淨係睇你識唔識肚上面寬心，識唔識得抓住機會巴結權貴。高俅一掌權，第一件事唔係整頓軍務，唔係為國為民，而係公報私仇，利用職權去對付曾經得罪過佢或者佢睇唔順眼嘅人。而佢第一個揾嚟開刀嘅對象就係林沖。林沖嘅悲劇之所以睇到你脊背都涼，正係因為佢唔係一個魯莽嘅人，唔係李逵嗰種一唔高興
就拎起雙斧劈過去嘅性格。佢係80萬禁軍教頭，有正經職位、穩定家庭，有社會地位，有固定收入。佢由頭到尾都信知道，善法律，善呢個世界仲有公道。佢覺得只要自己守法、守規矩，唔做出格嘅事，就能夠喺呢個體制入面安安穩穩過一世。但現實就係，當權力嘅擁有者要對付你嘅時候，你守唔守規矩根本唔重要，因為佢可以隨隨便便就安一個罪名落你頭上。林沖嘅老婆俾高俅嗰個兒子高衙內調戲佢忍咗，因為佢知道對方背後係高太尉，佢得罪唔起。佢以為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但佢唔知道對呢種人嚟講，你退一步佢就會轉一步，你愈忍讓佢就愈得寸進尺。結果佢俾人設計帶刀誤入白虎堂，嗰度係軍事禁地，帶刀進入就係死罪。林沖仍然天真地覺得，只要自己喺公堂上面講清楚來龍去脈，講明自己係俾人陷害，官府就會還佢一個清白。但結果呢，佢越係想用體制內嘅規則保護自己，呢套規則就越似一條繩索喺勒緊佢條頸，愈纏愈緊，直到佢完全唞唔到氣，由開封刺配滄州，到日野豬林，差啲俾2個差役整死，再到看守草料場嗰陣，間屋俾人放火燒咗仇人，喺佢面前得意洋洋。林沖終於喺風雪山神廟嗰度手刃仇人，徹底斬斷咗對體制，最後一絲幻想。佢上梁山根本唔係出於豪情壯志，而係一個守法嘅普通人，被逼到無路可退之後嘅最終選擇呢，正正係水滸最冷峻嘅地方。當規則本身已經被權力操控，守規矩反而成咗最危險嘅事。如果話林沖代表嘅係制度崩壞之下嘅犧牲品，咁魯智深同武松呢2個人物就展示咗暴力喺唔同動機驅動之下2種完全唔同嘅樣。魯智深出場嗰陣，身份係惠州經略府提轄，一個中層武軍，有穩定收入，有社會地位。佢本來可以安安穩穩做佢嘅軍，唔理閒事，但佢偏偏選擇咗一條唔同嘅路。佢救金翠蓮父女嗰段係全書少有的純粹之舉。金翠蓮父女同佢素未謀面，毫無關係。佢淨係聽到佢哋被鎮關西鄭屠強占欺壓，就出於一腔正義，先幫佢哋脫身，再翻轉頭3拳打死鄭屠。呢3拳唔係為咗自己，亦唔係為咗報私仇，純粹係路見不平嘅本能反應。正因為咁，魯智深被好多讀者視為水滸108人入面唯一稱得上聖人嘅存在。佢喺江湖漂泊，飲酒食肉，大鬧五台山，火燒瓦官寺，睇落好似冇章法冇計劃，但佢內心始終保留住一種樸素嘅道義感。佢做每一件事都係出於內心最直接嘅正義判斷，而唔係經過精密計算嘅利益考量。佢最終嘅歸宿
係喺杭州六合塔下聽到錢塘江潮信，忽然頓悟，圓寂而去。呢個結局喺一部充滿血腥同算計嘅小說入面顯得格外安詳，好似係作者特登留佢呢個角色嘅一處溫柔角落，暗示住只有真係看破紅塵，唔執着功名利祿嘅人，先至能夠喺呢個絞肉機一樣嘅世道裏得到真正解脫。魯智深嘅一生就係由入世到出世嘅過程，佢由一開始嘅衝動行俠到後來嘅看破放下，呢條路雖然崎嶇，但最終得到嘅係內心嘅平靜。武松嘅軌跡就完全唔同，佢出場嗰個陣，本來一心想行正路，憑自己一身好武藝喺景陽岡打死猛虎，成為陽谷縣都頭，總算攞到一個正經職位，渴望被體制認可，過返安穩生活。佢嗰陣嘅心態其實同林沖有幾分相似，都係想喺體制入面揾到一個安身立命嘅位置，但命運好快就俾佢重重一擊。佢嘅兄長武大郎，一個老實巴交賣燒餅嘅矮小漢子，被潘金蓮同西門慶合謀毒死。武松由外地出差返嚟，發現兄長死得不明不白，佢冇好似林沖咁樣選擇忍讓，佢喺搜集鐵證之後，親手斬殺潘金蓮同西門慶，為兄報仇。呢段復仇雖然激烈，但嚴格嚟講呢，仍然係私仇，係為至親討回公道，同魯智深救助素不相識嘅人，嗰種公義性質唔同。武松殺完人，本應承受相應嘅法律後果，佢被賜配孟州以為呢就係命運嘅最低谷，點知後面仲遇到張都監設計陷害，幾乎被冤殺。就喺呢一刻，武松內心嗰條想守法、想被體制接納嘅底線徹底崩塌。佢喺鴛鴦樓血濺滿樓，殺晒張都監一家同相關嘅人，從此再無回頭路，徹底由一個渴望體制認可嘅守法者，變成快意恩仇、唔計後果嘅行者武松。呢個轉變正係水滸暴力美學最極致嘅體現，唔係英雄主義嘅張揚，而係一個普通人被逼到極限之後，徹底放棄對秩序幻想嘅真實寫照。武松嘅悲劇在於佢本來係最有條件成為體制內模範嘅一個人，佢有武功、有膽識、有正義感，但制度嘅腐敗同黑暗一步步將佢推向對立面，直到佢變成自己曾經最討厭嗰種人。講多一句，武松流浪江湖嗰陣，仲經過孫二娘開嘅十字坡黑店，好多影視作品同通俗演繹都中意將孫二娘塑造成豪爽義氣嘅女英雄，但原著寫得好清楚，佢開嗰間黑店專門劫殺過路客商，將屍體整成人肉包子拎去賣。呢個根本唔係乜嘢江湖豪情，而係赤裸裸嘅草莽殘酷。水滸入面冇浪漫化，嗰啲綠林好漢得喺法律缺席嗰啲地方野蠻生長出嚟嘅生存法則，弱肉強食，後無溫情可言。睇得明呢點，
先至真正理解原著想呈現嗰種現實質感，而唔係俾後世演繹出嗰種英雄濾鏡蒙蔽住雙眼。孫二娘同佢老公張青表面上對武松客客氣氣、稱兄道弟，但佢哋嘅生意本質上就係殺人越貨。呢種江湖道義其實建基喺對無辜者嘅殘忍之上。水滸作者並冇美化呢啲行為，等讀者自食判斷。江湖並唔浪漫，草莽並唔高尚，呢個就係原著同後世各種改編版本最大嘅分別。如果林沖展示嘅係制度崩壞之下普通人嘅悲劇，魯智深同武松展示嘅係暴力喺唔同動機下嘅分野，咁宋江呢個角色就係傳書權謀色彩最濃、最值得深究嘅人物。好多人受戲曲同電視劇影響，將宋江當成仗義疏財、忠肝義膽嘅及時雨，覺得佢係一個義薄雲天嘅領袖，一心為兄弟着想。但只要細心睇返原著情節，就會發現宋江骨子裡其實更似一個精於算計嘅政治人物，而唔係純粹意義上嘅好漢。佢每一次出手相助，每一次仗義疏財，背後往往都帶住明確嘅政治目的。佢唔係單純想幫人，而係想透過幫人累積人望，建立網絡，為日後嘅佈局鋪路。宋江上梁山之後做嘅第一件大事，唔係劫富濟貧，亦唔係懲惡揚善，而係排座次，確立等級秩序。呢個細節睇落好平淡，但實情意味深遠。一個真正嘅草莽英雄，聚義之地本應講究兄弟平等，不分尊卑。但宋江一上山就着手建立嚴密嘅等級體系，邊個坐第幾把交椅，邊個管，邊個分得清清楚楚呢？正正反映出喺佢心入面，梁山從來唔係兄弟嘅避難所，而係佢用嚟積累政治資本嘅舞台。佢需要秩序，因為秩序代表控制，控制代表佢可以按照自己嘅意願去指揮呢班兄弟，而唔係讓佢哋自由散漫，各自為政。更能講明問題嘅係宋江拉人入伙嘅手段，為咗將河北玉麒麟盧俊義收歸自己手下，宋江縱容吳用用極陰險嘅計謀，叫人喺盧俊義屋企題寫帶反思意味嘅字句，故意製造盧俊義圖謀不軌嘅假象，逼到佢被官府追捕，家破人亡，最後走投無路，先被逼上山。呢邊邊係誠心相邀，根本係逼良為寇。同樣手段喺拉攏秦明入伙嗰陣又再上演。吳用派人假扮秦明個樣，帶人屠殺青州城內無辜百姓，搞到秦明因為莫須有嘅屠城罪名，被官府冤枉困誅住。嘅黎族揸然被害，最終被逼上梁山。呢兩段情節如果事先提，你會發現陳言程度遠超普通江湖手段。宋江為咗壯大自己勢力，不惜讓無辜百姓同被拉攏對象嘅家人付出生命嘅代價，呢已經唔係簡單拉攏人才。
而係一種近乎冷血嘅政治操作。呢種做法同佢對外宣稱嘅忠義二字形成咗強烈嘅反差。你口口聲聲話忠義，但你為咗收一個人，可以害死佢全家。呢種忠義到底係對邊個忠，對邊個義？係對梁山集體嘅忠，定係對你宋江個人野心嘅忠？宋江真正嘅終極目標，從頭到尾都係招安。佢渴望嘅唔係帶兄弟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係借梁山呢支力量當成同朝廷談判嘅籌碼，最終讓自己重返體制，封妻陰子，史白自己曾經落草為寇嘅污名。喺呢個目標驅使下，梁山上面嗰啲本來各有緣由、各有不甘、被逼上山嘅兄弟，實際上都變成宋江實現個人政治理想嘅工具。佢口口聲聲講忠義，但呢種忠義最終指向嘅始終係朝廷認可下嘅功名利祿，而唔係兄弟共同嘅福祉。宋江心中嘅天平上，梁山兄弟嘅性命同夢想遠遠輕過佢自己重返官場嘅渴望。呢種自私隱藏喺仗義疏財嘅面具下面，隱藏得極深。但只要你細心睇，處處都係破綻招安之後嘅劇情發展，印證咗呢種政治算計要付出幾大代價。朝廷接受招安之後，根本冇真正給梁山好漢應有嘅地位同善待，反而將呢支隊伍當成燒烤品，派去征討方臘。朝廷嘅算盤打得極精，佢哋要嘅就係借梁山力量去消滅方臘，同時借機大量消耗梁山自身實力，削弱呢支曾經令朝廷頭痕嘅隊伍，等佢哋冇能力再作反。108位好漢浩浩蕩蕩出征，等到戰事完結，正將之中得返27人生還。呢個數字背後唔係一場堂堂正正嘅戰爭勝利，而係一場精心設計嘅政治陰謀嘅結果。出征嗰陣，個個意氣風發，以為招安之後終於可以為國效力，復呢個光明前程。結果鬥圖禮，時嘅時，殘嘅殘，散嘅散，曾經嘅輝煌轉眼成空。呢場征戰帶嚟嘅唔止數字上嘅慘烈，更係人性同肉體嘅雙重崩塌。林沖戰後染病，最終風癱臥床而死。昔日威風嘅禁軍教頭，落得咁淒涼嘅結局。佢一生忍讓，一生求全，結果到死都冇得到佢想要嘅公道同安穩。武松喺征討方臘嘅戰役中失去一臂，從此殘廢。後來揀咗喺六和寺出家，孤獨終老。嗰個曾經喺景陽岡上赤手空拳打死猛虎嘅英雄，如終自隴以殘缺之身渡過後半生。呢種落差令人不勝唏噓。魯智深則喺班師途中喺杭州六和塔聽潮而悟，安然圓寂呢，係眾多結局入面相對平靜嘅一種，但仍然帶住深深嘅疲倦同釋然交織嘅悲涼。佢聽到錢塘江潮信，忽然明白自己一生打打殺殺，到頭來都係一場空。於是沐浴更衣，寫下一篇偈語，然後坐化而去。
呢個節續或者就係作者對呢個唯一稱得上聖人嘅好漢給予嘅最後一點慈悲。呢啲曾經鮮活、有血有肉嘅好漢，最終都淪為政治博弈下嘅炮灰。佢哋用命換嚟嘅所謂功名，喺朝廷眼中不過係一筆可以隨便勾銷嘅賬。佢哋付出咗一切，得到嘅只係一句輕描淡寫嘅嘉獎同埋一披黃土。全部《水滸傳》最冷酷、最令人心寒嘅一筆就落喺李逵之死上面。宋江征討方臘歸來之後，被丑聽賜倒詔，佢自知命不久矣，但領事之請單先則至時候，李逵會因為憤怒不平，喺持兵造反，毀咗自己一生苦心經營、試圖維護嘅忠義名聲。於是佢親手將剩落嘅毒酒賜給李逵飲，親手害死呢個對自己忠心耿耿、不離不棄嘅兄弟。李逵臨死前依然對宋江毫無怨言，甚至講出願意死後跟宋江屍骨埋喺一處嘅話。呢種近乎愚忠嘅信任，同宋江臨死前嗰份精於算計，連身後名聲都要費盡心思維護嘅冷酷，形成全書最尖銳、最刺痛人心嘅對照。宋江對忠義二字嘅追求到生命最後一刻，竟然超越對兄弟性命最基本嘅尊重。佢可以為咗自己死後嘅名聲，親手殺死最信任自己嘅人。呢種自私已經去到咗令人發指嘅地步。呢唔係英雄遲暮嘅悲壯，而係權謀者本性喺生死關頭嘅徹底暴露。李逵到死都唔知自己最敬重嘅哥哥竟然係親手送佢上路嘅人。呢種無知嘅忠誠令人心痛，亦令人憤怒。睇明白呢啲情節背後嘅邏輯，再翻轉頭睇《水滸傳》呢部書，你會發現佢遠遠唔係一部簡單嘅英雄傳奇，而更似一面照住現實嘅鏡子。當法律同秩序嘅公正性被權力侵蝕殆盡，普通人就會被一步步逼向絕境。呢正正係林沖、武松等人命運嘅寫照。當江湖自由嘅表面之下，隱藏住野蠻嘅生存法則，弱者注定要承受最殘酷嘅代價。呢正正係孫二娘黑店同無數被捲入梁山紛爭嘅無名百姓嘅命運。而當一班被逼上絕路嘅人聚埋一齊，如果缺乏真正平等同共同理想，反而俾一個精於權謀、心懷思念嘅領導者所利用。咁呢班人嘅悲劇命運幾乎係注定嘅。呢正正係宋江同梁山兄弟最終走向嘅結局。梁山嘅聚義廳最終變成咗一個巨大嘅墳場，埋葬嘅唔只係好漢嘅性命，仲有佢哋曾經相信過嘅一切。《水滸傳》之所以歷經幾百年，依然令人睇完，久久未能平靜，正正係因為佢冇假讀者一個虛假嘅安慰，冇讓好人有好報，冇讓兄弟情義，戰勝一切權謀算計。佢呈現嘅係一種近乎殘忍嘅真實。理想主義一旦被權力同算計利用，最終走向往往唔係勝利，
而係更深一層嘅悲劇呢，可能正正係金聖嘆講笑不讀水滸最深層嘅含義。呢本書教人嘅唔係簡單嘅反抗精神，而係對現實複雜性同人性陰暗面嘅清醒認知。佢話俾你聽，制度可以幾咁荒謬，權力可以幾咁腐敗，人性可以幾咁複雜。佢逼你面對一個殘酷嘅事實，就係響呢個世界上，好人唔一定有好報，守規矩嘅人往往最容易被犧牲，而所謂嘅兄弟情義，有時不過係更大嘅算計嘅包裝。睇明呢一層，先至真正叫睇明咗《水滸傳》，亦先至明白點解呢部書喺中國文學史上始終佔住一個獨特而沉重嘅位置。佢唔係一本令人開心嘅書，但佢係一本令人清醒嘅書。佢逼你思考，逼你質疑，逼你喺熱血沸騰嘅表面底下睇到嗰啲刺骨嘅寒意。呢種清醒，或者就係施耐庵留俾幾百年後嘅讀者最珍貴嘅禮物。